接下来就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今晚的 MVP， 这是我们先发投手李东明。台上邀请裴峰一起来到舞台上陪他共舞，掌声欢迎东明以及裴峰。MVP 指定不能躲，一起陪伴，候补搭档一起来，双手拍手。 邀请大家用我们的掌声一起送给我们舞台上的2位。接下来，双手举高，一起来。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 MVP 李东明以及我们好搭档戴培峰。